今日咧就係8月22號，過到嚟呢個荔枝莊啊。荔枝莊咧又唔同荔枝窩嘅喎，係兩笪地方嚟噶吓，係啦，唔好混淆咗。荔枝莊咧係大埔民政處嘅吓。點解會呢度西貢區嚟嘅喎？點解會大埔民政處嘅咧？吓？喺以前嗰陣時咧，就係呢度咧近海嘅，有個碼頭，去呢個大埔嘅區域嗰邊啦吓，近海啦嘛。有時啲居民嘅來往啊，同埋有火燭啊，都係用船過嚟呢度救援嘅，所以咧順理成章就已經係屬於大埔區議會管噶啦。大埔民政處係啦，嗱呢度有條溪水響山上落嚟嘅，流出去大海嘅。荔枝莊咧係好耐歷史噶啦，有幾百年噶啦，係清朝咸豐年代嗰陣時咧，有客家人過嚟呢度居住，喺度有個大草地。之前啲村民咧以耕種為生，同埋有啲捕魚啦。攞魚去喺海度，跟住佢咧就有好多紅樹林一啲大自然嘅環境。過到嚟海邊嗰度咧，好多嗰啲蟹仔走嚟走去過到嚟碼頭啦，呢度係最近加建嘅，起得好靚。碼頭呢個位置呢，係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地質公園荔枝莊。香港好多地方俾世界文組織評為地質公園啦。呢度其中之一係遠古火山流痕，有好多岩石有火山岩啦、層積岩啦，同埋火山碎層積岩，係啦，我哋過去睇睇先。呢啲岩石嘅年代咧係恐龍年代，響1億4500萬年前，由呢度大型嘅火山爆發而形成好多層積岩呢個1億4500萬年前咧。嗰個火山灰本身呢度咧係一個湖帶嚟噶經過火山爆發而長年累月咁樣堆積沉積，同埋變咗啲岩石係好多種嘅。呢啲岩石經過長年累月嘅風化，嗰啲紋有啲黑色變成咧好堅硬嘅岩石。以前嗰啲人咧，古時啲人咧就打火石叫做用呢啲堅硬嘅岩石嚟去引起火噶啦，打石。嚟到呢度咧，嗰啲岩石又唔同樣噶咯，因為嗰啲火山灰咧就好多雜質嘅變成咧有黑有白有灰白，係啦，好靚啲岩石一層層嘅，因為由火山灰而形成噶呢度咧沿海邊行過嚟呢啲岩石咧係，所以俾聯合國咧就評為一個地質公園。呢度咧係一草一木一粒石仔都唔可以攞走嘅，因為要保護佢嘅係啦。行前少少呢啲顏色咧，就呢帶全部黑色嘅好多紋理嘅因為嗰陣時嗰個變化積累咗咁耐，加上海水嘅衝擊呢堆咧叫做火山岩冇咩雜質嘅。
呢度呢啲咧就凹凸不平嘅，俾我哋稱為叫做洗衫板。係啦，以前咧嗰啲洗衫板係咁噶吓，冇洗衣機啦嘛，凹凹凸凸咁嘅洗衫板啦。呢個位置咧就一重重一疊疊，點解會形成咁樣嘅咧？因為長年累月地殼嘅變動扭曲，變成一個圓圈彎曲形嘅啦。呢個位置咧好似東平洲嗰個龍落水咁因為啲岩石嘅硬度唔同一堅硬啲嘅咧，俾海水撞到咧就撞唔喐軟弱嘅咧就會撞喐咗噶啦，所以類似東平洲嘅龍落水。你唔好以為東平洲個成座山咧都係個島咧都係呢個好大顏色好好唔好以為佢嗰個年代歷史咁耐喎，係其實咧東平洲嘅岩石咧係響5600萬年前而形成嘅啫，火山爆發係啦，係香港最年輕嘅岩石嚟嘅東平洲。呢度1億4000萬年咧，又唔老又唔嫩啦。香港最老嘅岩石係響黃竹角咀嗰度，係有4億年前嘅。點解會估計4億年前呢？嗰啲地質學家咧就話嗰段時間係有種魚類係4億年前嘅，之前咧依家絕咗種噶啦，所以有化石遺留下嚟，所以研究得出嘅結果咧就係呢個4億年最古老岩石。第二古老嘅咧就係響呢個大埔三門仔，大埔三門仔馬屎洲係2億9千萬年前而形成嘅，係啦。地球嘅歷史有幾耐地球嘅歷史咧就係45億3500萬年前而形成個地球嘅45億年噶啦，個地球嘅歷史所以呢啲岩石嘅形成咧係歷史嘅見證，古時嘅遺留下來嘅呢啲岩石，所以今日得閒過嚟咧就欣賞下古時大自然嘅岩石。